深入的学会层面como对现在的台湾的人台湾社会的人学的那个对的我们上的甚至就是说对面上面许多事情领导都有对领导两个艺术协会那年的那些的是你好那对两三月两个艺术但是那个3月2个艺术你才上体育团的那样那年的就是送水了然后就体育那边呢送水了然后就是从体育那边就是送水到多少没得意思我的意思那你看我呀谁要前面呢听过新闻学的讲下来呀还给我们给本地实际经济那个实际这个方面呢那边讲本地主席刚才讲我们体育啥的来听过新闻学的还有什么问题这是这些当然听过新闻学他参与接的也讲什么是哪里那是上岸听过上岸这里讲那里讲的现在讲的给上岸云的这里给我讲那里听见的不一样上岸谈的多的像讲讲的两个的曲线那这个有而且蛮多东西不是相同的我们本地的这边的这个这边的经济基础今天看到的是给上岸的这些我的你这些如果你明年说哪个时候我的这些第一个原来第四种些说哪个时候这个也能去从业来讲也有的不是记录孙家你是做孙子了呀给我的是把没有啥给啥子的呀扩充这里就是那扩充是名上目前的讲话的呀对